隊長，之後會做咩？一開波之後要做咩？聽雞聲啊！聽雞聲，聽雞聲，聽雞聲。呢把，呢把。繼續。好嘢，好嘢，防守，防守。星朗開聲，可以嗌佢哋啊！慢慢踢。好嘢。對着斌有企度啊！邊波定讓？揾翻自己對象，係可以嘅。揾翻自己對象得㗎啦。好，嗌佢啊，嗌佢啊！食飯，轉完身要做咩？唔好慢走啊！加速，2打1，2打1，推埋去！有佢，好嘢，好嘢，星朗！角球，右腳做，右腳做。啊，唔係角球咩？過頭啊，小心！攞埋，攞埋，攞埋，去埋！俾力，俾力！俾力啊，葉凡！我要見到有力量啊！推入佢，推入佢！拉闊！慢慢遮條線，慢慢停住係。十波。係，向後打，係啦。加排留心。瑞津啊，一攞波拉闊啦，2打1點做啊？過頭。繼續，中鋒嚟嘅。埋埋，瑞津埋。射波，我要多啲射波，好嘢！我要多啲射波，瑞津，佢推出嚟2打1，你要點樣做？記唔記得啊？玩地下開始吧，玩地下開用嘅。開。瑞津，瑞津，左手。攞低，攞低，埋去。俾力量，攞波要俾力量。慢慢嚟，定陽慢慢嚟。定陽你掹佢啊！你跟阿星朗 drop， 星朗 drop。得，快啲埋去，快啲埋去。我唔要睇佢攞波，佢快啲埋去。OK， 左邊開，按晒4點，按晒4點，呢個最舒服，呢個最舒服。唉，快少少，唔使諗。拍 A 開，拍 A 開。左腳喺底，左腳喺底，阿星朗去，星朗去。幾時做？幾時做？射波啊！去！瑞津啊，佢開短角球，你要起腳啊，唔係空停個波啊！星朗過頭。基本上我唔會叻你，但係我希望你哋要做。用手都得㗎，你又得入去。跟住咧，快啲呢邊啦，喂！望晒啊，黎樂賢，望晒再推埋出去。柏希你要右邊做2打1喎，柏希。中落冇出嚟定陽，穿個窿啊！
Chester， 你要準備啊！人哋實交俾你㗎啦呢球。Ref， 下一球，下一球。出晒紅色，等佢出嚟先。左腳開波，浩朗喺底，準備 ready。浩然開波 ，OK， 喂，踢得非常之好啊！浩朗幾時喐？大喐啊，可以，浩然。射波啊！好嘢，袁偉，射波啊！我要見到射波啊！浩朗，敵人距離。落嚟啊！你哋自己失咗，點掹翻個分數翻嚟？浩朗，佢走你身後喎，點解個敵人會走咗你身後？你自己諗諗。係咯，然後集邊同我手攏，佢唔應該入到就近住啊！劉賢偉點樣攞波？你會見到呢一場，你會見到呢一種咧攞波咧，都係甩波。你見到啊？嗌佢啊！燕宇啊，呢個咩嚟㗎？使唔使開出去啊？逼人，燕宇近啲，燕偉啊近啲啊，攞埋。燕宇啊，唔使用手㗎，你攞好個波就得㗎啦，避開佢。浩然，冷靜，避開咗啊！燕偉啊，人哋開波啊，你翻嚟呢個位啊要。嚟啦，快啲俾出去，跟住人數。好帶出嚟，自己攞埋個波，攞埋個波。大約2打1帶埋去。好嘢，浩朗啊，帶！如果佢唔逼你，可以起腳㗎啦，係咪一定要交啊？唔使啊，射程範圍射佢咪得咯。都冇人 mark 你，佢唔對你啦，你咪射佢咯。去，同埋防守成日要睇人啊，我唔要成日俾人打穿你身體啊。帶埋去，射唔射得？未完啊，未完㗎！好嘢，浩朗！劉賢偉，近啲！用手啊！拉遠啲，浩朗！浩朗過嚟呢邊，係過嚟呢邊條緊你巴先，直線過望到，加速！
會唔會攞實個波啊？陳彥宇，點解成日噴你？浩然準備啫，唔好捉佢前嚟先。攞嘢，佢，冰埋佢，係好嘢，好嘢。OK，靚波嚟嘅，4個出嚟。連佢。對波啦，益凡啊，我唔係睇波啊，益凡，我唔係睇佢踢波啊，你要做啲咩啊？你要做啲咩啊，益凡？繼續保護，換隊友，好嘢，叻仔，好嘢，位置，推埋去，拍氣，中框，我要中框。退喐，加速，靚波，再埋去啊，益凡！食佢先啦，繼續，你
3打2，3打2。益凡啊，益凡，要執啊！阿 Jeff 點走？你哋兩個點走？阿 Jeff， 你要點樣做？唔好忘記你要點樣做。開得，即刻開佢。開聲，向前，望到。Yes， 啊，要中框啊！阿 Jeff， 你要做啲咩？打穿啊！星朗打穿㗎會。喂！阿莫生集中得唔得啊？打球！你同佢翻龍門，推埋去。你完啦，前鋒咧，執啊前鋒，紅色出嚟。3分鐘。射波，紅色加油，射波。快啲啦！有機會射波啊！點啊？你哋踢唔踢啊？後面。射唔射波啊？推出去，射唔射得？浩然，前面冇人喎，你喺左腳射得噶咯喎。走啊，海洋！喺中。拉闊，豪朗拉到白色線。Chester， 我要見到你啊！拉開！浩然唔會交右邊啦，左手邊嗰個咁好交，點會交右邊嗰個咧？你而家防守啦，留意下你嘅身後啦，浩然。追埋個波！集中看敵人。防守要做咩？你要做啲咩？話俾我知你喺前面，你要做啲咩？點樣開啊？可以點樣開啊？拉晒出嚟，拉開晒。再邊啲，轉埋身，你唔ref， 浩然開，上翻去啦，快啲啊，朗朗上前。浩朗走到去空位，好，見到快低個波，邊個走出嚟？直射啦！望晒5個，快啲啦！
住得啦，壓住得啦。